世界盃決賽前，兩支勁旅喺一場賽事入面碰頭。阿根廷對英格蘭，呢場對壘背後嘅故事就係4年前打完嘅福克蘭戰爭。好明顯啊！英格蘭對阿根廷呢場賽事牽涉咗強烈嘅政治背景。不過我哋係嚟睇波嘅，就唔好諗其他唔關事嘅嘢啦。位於阿根廷對開嘅福克蘭群島，被聯合國列為具爭議性嘅領土。阿根廷同英國都宣稱擁有呢度嘅主權。阿根廷嘅理由係群島好接近佢哋，英國嘅理由係群島上面嘅居民幾乎全部係英國國民。當阿根廷軍隊喺1982年4月登陸之後，戴卓爾夫人立即派出皇家海軍應戰。戰事中，649名阿根廷軍人同255名英國軍人喪生。呢場賽事對壘英格蘭就好似係最後決戰咁。我哋知道，因為世界盃同埋政治理由，全國上下都屏息靜氣。我諗英國人心入面諗嘅同阿根廷人諗嘅差唔多。呢場係福克蘭戰爭或者係馬爾維納斯戰爭。無論點叫都好啦，總之呢場波係嗰場戰爭嘅延續。戰敗嘅阿根廷人渴望一雪前恥，希望上帝之手出現。現場114000名球迷目睹馬勒當拿用手將個波撞入英格蘭龍門，但係球證就睇唔到。我諗點解馬勒當拿嘅第一個入球會咁備受爭議呢？係因為大家都覺得好唔公平。因為首先係阿根廷想奪取福克蘭群島，然後我哋喺戰爭打贏咗，佢哋就只可以透過出場喺球場上贏返我哋一次。幾分鐘之後，馬勒當拿展示佢嘅天賦才華，再將個波送入龍門。兩支勁旅同場較量之後，嚟到決定性嘅一刻，由馬勒當拿帶領嘅阿根廷國家隊喺毫無爭議下奪冠。我哋知道，我哋打敗咗英格蘭，會令到所有阿根廷人上上下下都好開心、好興奮。而我哋真係贏咗，場波有好多爭議，尤其係馬勒當拿嗰2個入球，一個係世紀最佳入球，而另一個係被稱為上帝之手嘅手球。對於我哋阿根廷人嚟講，呢場係一場經典嘅足球賽事，對全世界嘅人嚟講都係咁睇。我哋會用盡所有方法去贏波。